后来有关今仔日的风台假，婚姻馆长张立生的面册，先是来打出着照常上班上课的消息，但是4分钟了后，快速甲铺文抬掉，改做停班停课。安尼反起反倒，是互民众骂甲扁。另外，南投县爱上班上课，民众去泼泼，质疑馆长柯淑华破坏着台中中华南投共同生活圈的共识。那中部上早来宣布着停班停课的台中市，有人感谢市长罗秀燕，但是嘛有人讲无风嘛无雨，为什么要休困呢？到底敢有袂放风台假？婚姻馆的消息改来改去，官府张立生的辩册也互关注放假动态的民众每甲变过，大家拢留言讲，苗栗台中甲家己拢放啊，到底是咧调度啥？敢有人像你安尼讲了个反悔？昨暝7点40，婚姻馆政府传停班课的消息，互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严格公布几分钟后，官府发现上早团都紧收倒转去。人事行政总处也改做，也被列入警戒区。更较下面是官府进前就已经做好停班课加上班课2种版本的图。严格馆长张立生就也未决定好势，伫暗时8点02分，就大声传起哩馆长的备奖专业。结果4分钟后，发现传了唔对，就随抬掉。一直到馆府8点24决定停班停课，备奖专业才宣布停班课的消息。民众的批评管护，欢喜欢乐。小朋友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睡前又看到，好像又放假了。哦，一开始看是有上班上课，是不是？对。小孩不用上班上课啊，好还要顾啊。官府也承认是内部沟通有顶打，地属上早团甚至发布错误消息。我们县府在这边表达深刻的一个歉意。台中中华甲婚姻停班课，严格南投无放假。不少民众都伫县会面册顶管怨叹讲，暗是讲台中中华甲南投是共同生活圈。中彰投的生活圈是大家彼此给自己的一个参考。那最重要的还是要依据的是中央的这个所有的气象的标准。台中市上早伫昨暝7点45分就宣布停班课。不少人伫市长罗秀燕的面册顶管甲感谢，也毋过有人认为无风无雨，是安怎袂放假？中部风雨虽然无遐透，也毋过县市政府的放假消息改来变去，不少人的心情也受到影响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